了，过来这个拜六、礼拜甲拜一是国庆3天的连假，全台湾的游乐园拢推出着门票大优待，要来抢人客。云林剑湖山乐园门票原价是899，双十连假的期间，只要身份证的2号有0，或者是7，这个票价只要299。新竹的六福村嘛来搭配着国庆甲万圣节，门票上价只要399。高雄二大世界是2个人做伙去，其中一个只要10块，相当是票价来拍对折。国庆3天连假伫要到啊，全台游乐园推出优惠，要抢接号相机。剑湖山原本899的门票，双十期间只要身份证2号有1或者是空，门票只要299，民众变装入场只要99。另外推出全新的万圣节室外演出。同款要抢国庆和万圣相机，6号船2个人做伙入园，一个人平均只要505块。入场的民众办做几怪只要399，阁有期间限定几啊处万圣主题游行。台中立宝乐园只要装扮面积超过50%，12岁以下只要299，12岁以上599，分别升290、300块。台北儿童新乐园国庆连假门票拍7-5折，只要250块。高雄二大世界推出第2个人入场只要10块，2个人909块，等于是拍对折。乐园推出优惠措施，想要抢国庆连假的商机，想要出门佚佗的民众，嘛会当带厝内囡仔做伙去乐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